来看云林土库有一个少年农民，伊伫2012年经过水保署的计划，成立一个水牛安养中心。伊收养真侪退休的老牛，避免因防太掉。最近佫打算要扩大饲养，上侪会当饲12只水牛，佮要打造水牛教室、农具本博物馆，互民众会当佫较了解农村的生活。 原本伫北部务农的水牛阿乐，因为主人退休了后无人照顾，可能互人掠去抬。2冬外前转到云林水牛安养中心，即马过了真快乐。云林水牛安养中心目前收养3只老水牛，未来会扩大饲牛的规模。未来才会变做讲咱云林的水牛安养中心以外，会阁变做当初时一寡。 退休的阿伯有无？伊遮的农具啊，搁牛车啦，犁啦，遮我会慢慢甲伊规划，讲是农村水牛的迄种博物馆。负责人表示，当初收养老牛是为着避免因互人掠去抬，一直到2022年，透过水保署的计划，成立县内第一间水牛安养中心。这款的故事也互人放入英文教材。 我是足欢喜的，甲遮好的故事、遮的牛的文化，搁一寡伊的趣味的代志，咱台湾的囡仔拢互伊知影安尼。 负责人讲，目前老牛安养中心有3只水牛，一个月开销1万块左右。即马已经向农政单位申请扩大饲牛，未来会当收养12只水牛，预计8月份动工，9月份完工。希望互老牛会当有更较舒适的生活空间，平常时也会当开放互民众参观，互更较侪人了解农村的生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